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Terence。今日為大家介紹呢個屋苑係位於元朗高布徑3號嘅屋苑總伙數合共有331伙，而我今日為大家介紹呢個洋房單位當中有29個單位嘅。屋苑本身自己亦都自設有村巴，到元朗站嘅車程只需要5分鐘，所以日常出行亦都非常之方便嘅。而當中呢一個單位有一樣非常特別嘅賣點，不過我喺呢度就想賣一個關子先，而家即刻同大家一齊去睇下。好啦，好快就同大家一齊睇完呢一個單位啦。相信大家睇完嘅時候都會發現咗呢一間屋最大嘅賣點係啲乜嘢？就係擁有自己嘅私人升降電梯啦。喺整個北區洋房屋苑裏邊如果要有私人升降機就真係絕無僅有嘅。就算再將個範圍擴大，講到全香港嘅洋房屋苑計算其實都可以話係非常之寥寥可數嘅啫。如果你嘅家庭組合裏邊有老人家，又或者唔想行樓梯，而又想住洋房，想真正擁有私人嘅空間今日介紹俾你呢個單位就絕對唔可以錯過啦。希望會好快收到你哋嘅預約啦。再見。